60年代好細個已經開始跟父親出嚟做蠔啦。我哋家族性啦，我哋父親嗰代到而家我第2代啦，係啦，我仔第3代啦。呢個地點得天獨厚嘅，你睇到嗰個地形咧，個 U 型嘅，個潮漲潮退咧，個每日有2次漲潮，2次退潮嘅，所以咧就形成咗呢個鹹淡水交界咧。香港唯一最靚嘅呢個流浮山係養蠔係最適合嘅。蠔牌咧就係近20年到就香港先至引入嘅，以前咧就喺泥灘做嘅。而家個技術咪先進咗咯，佢吊喺水嗰度咧，佢24小時嗰啲蠔都去食嘢，佢生長期咪快咯。而家泥灘咧，佢有退潮有漲潮咧，佢生長期咪慢咗咯。而家暫時咧超過1萬個㗎，政府開始管制咧，將來咧我相信都係6-7千個度咯。如果第日少翻啲咧，生長期啊快啲咯。移植啲苗上牌咧，通常都係每年嘅新曆5月至到8月都會做呢個動作嘅。咁咧就我哋都係交俾嗰啲海鮮檔啊、火鍋店啊，或者街市嗰啲都同我哋攞貨嘅。靚蠔就要肥咯，即係好似每一年嘅近聖誕節啊、近冬嗰個時間咧就開始肥啊。喺嗰個時間就將嗰啲蠔咧就開咗嚟曬啦，一路去到農曆新年啊咁樣咧，嗰段時間咧就最靚嘅。蠔豉咧就通常咧你就要曬乾啲嚟賣嘅，細隻啊曬3-4日啦，如果大隻咧要曬5-6日先會曬得乾嘅。金蠔咧通常都係曬2日，保存佢裏邊有啲水分喺度，煎出嚟咧就裏邊有水分，出邊就脆啊咁樣。我哋就將嗰啲生蠔開咗之後咧，就煲熟咗佢。另外做一種嗰啲叫做熟晒蠔豉，亦都叫爽蠔。酒樓做春茗咧，做嗰個發財好市咧做菜。嗱，流浮山嗰啲水質咧，一來適合養蠔啦，二來咧佢又比較鹹少少嘅。咁佢嗰啲蠔咧養出嚟咧，嗰個蠔味特別濃郁嘅。